天啊！珠海啲樓咧真係一日一個價，後悔買走嘅係大有人在。越係講叫你唔好買啦，你越係覺得平就可以買。憑良心講啦，我係一個喺珠海賣樓嘅，我勸你唔買樓，我係圖乜嘢呢？又唔可以講得太直白。但凡你問我喺邊度嘅樓可唔可以買，適唔適合你，我講唔建議你買，你就真係冇掂啦。再等等睇，你唔會少半條頭髮嘅。今日呢，我一共接待咗3台客戶，一共接咗15個電話，真係有啲唔敢信啊！而家真係咁多人睇樓咩？呢個簡直就好似過年咁啦。仲有客戶同我講啊，佢諗住喺珠海300萬買新房，又有人問我啊，3萬蚊1平方嘅十字門到底適唔適合？十字門而家3萬啲樓呢，有啲已經係跌到2萬5啦。佢同我講啊，冇乜可能話，顯然咧喺度質疑，問我係咪灣仔嗰邊嘅。作為我嘅粉絲咧，連呢啲你都唔知嘅話，你知唔知湖心新城而家已經降到1萬蚊以內都有啦？唐家北圍都1萬8啦，你知唔知呢？一個月降價好幾千嘅樓盤咧，係一捉一大把。我感覺我自己真係親眼見證呢個歷史啦。買房嘅信息差真係好重要，就算俾人質疑、俾人鬧，我都要揭秘珠海各個片區樓市真實嘅現狀。真心希望你可以將呢條視頻睇完咯。再嗰句話啊，如果你喺珠海已經踎夠3到5年嘅，連人才房、保障房、住宅都分唔清楚嘅，就真係冇喺珠海買樓啦。否則咧，你一定會上當中伏嘅。仲有大家啊，喺後台就真係冇俾我發利是啦。嗰個近期大跳水嘅房源表咧係免費嘅，你後台私信我就可以免費領取啦。我唔需要大家嘅錢，發利是我都唔會收你嘅，就係單純咁希望我嘅粉絲買啱房，唔踩坑，唔買貴。珠海買樓呢，講簡單亦都非常簡單咯。你沿住8條橫住嘅路，11條豎住嘅路去買，你絕對唔會上當。咁呢個呢，就係珠海未來10年嘅發展方向。你唔識嘅呢，你順住呢幾條路買就啱啦。如果你研究唔明白嘅，你可以揾家兄傾一傾咯，傾半個鐘你就知噶啦，免得呢，你上周買嘅樓，今周就要蝕錢啦。接落嚟買樓呢，千祈唔好亂買啊！即使首期降到1.5成，利率已經降到3.0啦，哪怕樓盤再降價，你一定唔好亂買樓啦，搞唔好呢，你就係下一樖大韭菜。2025年買樓真係唔容易，且行且珍惜咯。到咗年終啦，想要買啱樓唔中伏嘅，家兄講幾條非常之實用嘅買房攻略建議大家可以睇睇，一定對你買樓有所幫助。第一條啊，唔理你係剛需定係改善，一定要多睇樓。注意啊，我講嘅係要你多睇樓、多對比、多了解市場，唔係等你睇咗樓馬上就要落訂。記住未呢？我再講一次啊，二手房嘅實際成交價先係一個城市房價嘅真實體驗。如果你確定咗你100%係要買呢層樓嘅時候，一定要了解項目周邊3到5公里範圍內嘅二手房嘅實際成交價。如果呢個項目周邊嘅二手房嘅實際成交價係低於20%以上嘅，記住啦，我建議你唔好買。非要買嘅話，你200萬嘅樓呢，30萬可能就會蝕硬入去啦。除非呢層樓喺呢個片區嘅產品係做得非常之好，當然啦，唔可以日價太高。大家都係高層，憑咩你新樓就賣18000，咁二手房賣12000呢？你覺得你值呢個價錢咩？交樓之後啊，唔係全部都係二手房。等你過幾年，你賣翻出去嘅時候，又咪好似而家嘅市場咁，你買咗1平方最少蝕5000，咁你100平方就要蝕50萬啦。買樓蝕首期嘅人呢，我真係見得太多啦。睇樓即係睇樓，唔好諗住買。呢個就點解我覺得買樓呢一定要多出嚟睇樓嘅原因啦。其實睇樓只係一個過程啫，睇完之後呢係為咗等你了解呢個市場。如果你上班真係好攰嘅，唔想麻煩嘅，你亦都可以後台私信家兄同家兄傾傾。你100%嘅信任呢，就係我200%嘅努力為你量身定製嘅買房攻略，等你唔走彎路。第二個啊，一定要買更加大嘅社區、更加好嘅物業、更加好嘅環境，一定要買嗰個更加好嘅配套，其中呢，包括醫療、教育、商業、交通等等。喺你力所能及嘅範圍內呢，一定要買更加好嘅，因為呢，後期嘅換房成本非常之高。如果講你而家有啲吃力嘅，急咩呢？先揾錢，遲早有一日你都會買到嘅。你講房價而家又漲唔到，我講漲，你信唔信呢？咁第三個啊，喺你100%要買呢層樓嘅時候，都唔好急住交訂金，亦都唔好急住交首期。你要揾呢個項目嘅營銷總監，跟佢要特價，多跑幾趟，多兩句嘴嘅事啫啊！可以磨到1到2個點嘅優惠呢。如果200萬嘅樓啊，就係3到4萬蚊以上啦。呢個優惠佢一定會俾你嘅。如果佢唔俾你，你就拖住咯。佢一定會主動咁聯繫你嘅，因為而家係買方市場，佢個樓平賣總比賣唔出去要強嘛。接落嚟呢，就要去到年底啦。咁發展商呢，而家邊個可以留住呢個客戶，邊個就係贏家。你講係咪咁呢？
呢個視頻值唔值得你一個小小嘅點讚呢？咁第四個非常之重要啦。當你了解到所有嘅優惠之後，再交訂金首期之前呢，一定要確定好你自己嘅貸款資質。如果講而家你呢個市場你仲辦唔到貸款嘅，你個貸款仲係有問題嘅，你就真係貸唔到款啦。接落嚟呢，導致銀行冇辦法俾你放款嘅話，你就要存款買呢層樓啦。如果你冇能力存款買呢層樓嘅話，咁開發商呢要收你20%嘅違約金啦，200萬佢就咁收你40萬。到時候呢，你真係有得受啦。咁合同入邊你自己可以翻嘅，睇我講得啱唔啱啊？具體嘅解決方案呢，就好似我前面咁講，先確定你自己嘅購房資格同埋貸款嘅資格。第五個記住慎重買車位。如果有啲小區嘅車位配比比較高嘅話，咁車位可以唔買。珠海啲車位太貴啦，後期交樓嘅時候呢，佢個車位有可能會大幅咁降價。可以等到交樓之後，自己有需要嘅時候，你再去買，反而會有驚喜。咁第六買樓呢，記住心要冷少少，先靜低落嚟，學會等待冷靜。當你睇啱呢個樓盤同埋項目嘅時候呢，你同佢講，如果你嗰度有活動嘅時候，你就同我打電話咯。因為而家發展商嘅樓真係賣得好一般，唔係特別快，仲有好多項目呢係根本就賣唔喐嘅。所以講發展商一般喺節假日呢都會搞一啲砸金蛋或者送家私家電嘅大禮包，甚至乎仲有啲送車位。只要你等住佢一定會有更加大嘅驚喜等住你。我斬過個樓呢，絕對比你睇個樓仲有更加多。邊個項目有水分嘅，我係一清二楚嘅。如果你真係落唔到呢個面嘅，唔知道點斬價嘅，你可以揾家興咯。最後一點就係年終啦，千祈唔好傻等，一定要密切監視樓盤嘅降價動作。特別以後呢幾個月發展商有好多會一周搞一個活動，房價可能會有變化。你可以知道唔買，但係你唔可以唔掌握呢個信息。呢度呢，我將珠海近期每一個板塊可以安全執漏嘅一手樓盤以及降價樓盤，仲有不利因素，全部同大家整理好啦。想要嘅朋友呢，都可以右上角掃描家興嘅 WhatsApp 二維碼，後台私信家興我，免費領取。係我嘅粉絲嘅，我都會發俾你。如果你仲有其他房產問題係解決唔到嘅，都可以私信家興。係我嘅粉絲嘅，我一定會一一咁回覆你。記住點讚啊！喺大陸買樓怕中伏、怕上當、怕買貴、怕買錯嘅，想聽真話嘅，記得 follow 家興嘅頻道，可以幫你買樓路上避坑嘅人。